国内诈骗是百款，不过是都有这艺人遗体的竞赛 Gary， 因为替诈骗集团收钱，到尾是羁押禁见。即马阁有一个女性的军人，互警方查到伊有涉嫌替诈骗集团收钱，目前是交保候传。国防部就回应讲，这是军人伫咧休困时发生的案件，若准是事实，就会甲态度。 穿乌衫的查某人伫顶仔骹行来行去，一个外送员赶紧将包裹摕起嚟，一秒卖害警力出动，当场斩掉。面交包裹内底装10万块现金，拢是骗来钱。35岁姓谢的查某人，便请网络交朋友替朋友提货，暗过警方调查，伊互诈骗集团吸收，担任收水手，阁发现伊身份是一个现役的军人。 经周姓范闲配合协助，于29日晚间7时许，前往台北市南京东路，向吴姓被害人收取装有现金10万元之包裹后，警方再循线查获前来收包裹之谢姓女收水手。第一个是配合司法调查，那第二个我们也内部成立专小组，也进行在法纪调查中，若属实就是记过惩处以及办理那个派处作业。这女军人伫驻通电军服役真侪年，负责军事网络安全任务，即马也出弊端。国防部回应，这是涉案上司休困的行为，疑似诈欺这罪嫌，配合司法调查。诈骗是800款，也拢抓被了。警方阁查到另外一件诈骗的案件，逮捕真侪个嫌犯到案。来上车。 双手铐掉呢，伊是艺人遗体的竞赛，外号 Gary 的单件，身躯被超出大量现金，拢是假投资的钱，疑似正做诈团的收水手。涉犯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其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羁押原因，负有羁押之必要。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在他妈妈的建筑公司上班，不止惊讶而已，很可耻。我最气的这种诈欺的行为啊，还做车手的头，不要脸，真是。竞赛比了，疑天感觉生气佮见笑，经过法院审理了后，因为 Gary 犯罪嫌疑重大，有串证别证的理由，最后裁定羁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